若是台湾即马就连美国嘛，同款受到寒冷风暴的影响。过去一礼拜有8到90个人因为低温死亡。美国有2/3的区域即马拢是落大雪，即个风也真透，所以地区烧气的用电量已经出现历史的新高。另外，伫欧洲嘛是受到即个伊莎风暴的即个大风雨的吞打。爱尔兰都柏林的机场有上百班的航班嘛，因为安尼来取消。 见到周围堆满用买节人管的雪，拢是好程度了后，暂时放做一堆积雪。受到极地寒流影响，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密西根市落大雪，积雪量达到将近90公分，和市府宣布进入落雪紧急状态。民众为着堵雪，几日间无法度困得好。 It's everywhere. People were blocked in. Can I say crazy, but with the capitals? Yeah, I've been out 3 days with no sleep. 美国2/3的国土出现极寒的气候，一直落大雪、透强风，和家庭甲企业用作取暖的电量创下历史新高，还有数万人无电通用。田纳西州的曼菲斯有真侪水管和冻甲闭开，造成差不多40万人爱煮水才有水通啉。各州群嘛陆续传出寒死也是相关事故的死亡案例，其中死亡 的人数是田纳西州至少25个人，俄勒冈州至少16个人上济。低温后，墨西哥湾沿海地区，为德州东部、加路易斯安那、到密西西比、阿拉巴马州的大部分地区，加佛州、乔治亚州的部分地区，拢发布严寒警报。密西西比州的气温受到强风影响，可以降到-27度。如果极冻的天气会继续到24为止。 极端气候影响的，还有和伊莎风暴侵袭的欧洲，其中多数国家爱尔兰头一个受影响，因为强风暴雨，当地都柏林机场21个航班大乱，那停飞148个航班，还有27个航班无法度降落，35个航班改去其他机场降落。英国嘛受到风暴影响，到伦敦到约克机场的航班，透风雨平安降落的时阵，引起乘客欢呼。 当地气象局警告，伊莎风暴伫英国真济地区的风速上悬达到时速99英里，接近160公里，创下过去10档到20档来的上强风速。包括苏格兰、北爱尔兰真济地区拢发布强风黄色预警，不过伊进一步影响航空、铁轨路甲道路的状况。国际新闻台是龙炳耀。